咁啊，譬如作為家用嚟講咧，我哋自己可唔可以喺屋企嚟到整呢個擇瀉咧？因為擇瀉咧，佢味道比較甘淡，所以咧好多人用嚟加上梗米嚟煮粥，佢就有利水啊、消腫啊、利濕啊呢個功效。咁啊，同時咧，古代佢仲係一個清廷嘅秘方，佢加上烏龍茶、蘇葉、山楂，佢有利濕降毒嘅作用。當然啦，最好就喺醫生指導底下使用比較好啲。後世醫家響讚歎前月嘅六味地黃丸絕妙配搭之時，亦都不斷學習佢善化古方嘅能力，於是就有咗現代好多六味地黃丸嘅顯方啦。而家市面上嘅枸杞地黃丸、麥味地黃丸、芝柏地黃丸、倒氣丸都係源自六味地黃丸嘅。而家市面上咧有好多種六味地黃丸嘅，有咩分別咧？其實係咪陰虛嘅人都可以食啊？我哋比如話臨床上出現其他嘅情況嘅話咧，可以喺六味地黃丸嘅基礎上加減咧，就可以形成不同嘅六味地黃丸嘅氣味品種。如果係加埋杞子同埋菊花咧，就嗌佢係枸杞地黃丸，主要係治療嗰啲肝腎陰虛引起嘅兩目風花、迎風流淚啊呢啲以肝陰虛為主嘅人啦。如果係加埋嗰個知母同埋黃柏呢兩味藥咧，就嗌佢係知柏地黃丸啦。呢個知柏地黃丸咧係治療嗰個陰虛之後引起有熱嘅病人。另外加入麥冬、五味子嘅麥味地黃丸同刀氣丸，都係針對腎虛引起嘅咳嗽同氣喘嘅顯方。除咗配伍，藥材各有講究，連服用都有訣竅。經研究發現，用淡鹽水送服六味地黃丸嘅效果較好，因為鹽可以作藥引，幫助六味地黃丸直達病患處，並且對於陰虛火旺嘅病人可以起到清熱瀉火嘅作用。而隨住六味地黃丸嘅廣泛使用，有人提出六味地黃丸有增強免疫力、抑制腫瘤、抗輻射、調節血糖、補肝護肝嘅功效，但係事實上又係咪呢？有啲商家咧為咗盈利，過分誇大佢哋嘅作用啊，比如話你抗輻射、抗腫瘤啊，比如話其他作用咧，呢啲咧係有，但係咧呢啲都係通過調節身體嘅，我哋中醫講嘅肝脾腎呢啲系統嘅功能之後，先至發揮呢啲作用㗎。因此上咧唔可以將佢當作係補腎㗎，或者係壯陽㗎呢啲藥，求其咁食㗎。正常人更加就唔應該食啦。平時我哋點樣判斷自己可唔可以食六味地黃丸呢？如果係自己表現為精力唔夠啊，容易疲勞啊，或者係勞累之後出現嗰啲腰酸啊、膝頭個軟啦、小便馬黑嘢又多啦，或者係有嗰啲心煩啊、手先發燒啊咁嘅情況下咧，我哋就可以食個六味地黃丸啦。咁小孩子適唔適合食呢個丸呢？呢個六味地黃丸呢，係我哋中醫傳統治療小兒發育不良嘅非常好嘅中藥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有小兒發育不良呢，當然可以食啦。喺呢個嘅基礎上面呢，我自己認為加上適當嘅食物療法呢，就更加好啦。